11月21日經典的祈禱。主啊，請求你為我打開通向你的寧靜和平的通道，我願意傳達你的精神。那裏有恨，我願意帶來愛；那裏有壞事，我願意帶來寬恕；那裏有衝突，我願意帶來和睦；那裏有邪惡，我願意帶來真善；那裏有懷疑，我願意帶來信念；那裏有失望，我願意帶來希望；那裏有陰影，我願意帶來光明；那裏有悲傷，我願意帶來歡樂。主啊，請恩准我寧願安慰他人，而不是被人安慰；我寧願愛他人，而不是被他人所愛。因為只有無私忘我，才能發現真我；只有寬恕別人，自己才能得到寬恕；只有舊生命的死亡，才懂得永恆的新生命。阿門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77頁。無論我的精神成長進展如何，聖弗朗西斯的祈禱還是幫助了我，使我與我所理解的上蒼能夠進一步理性接觸。我想我對上蒼信仰的一大好處，就是我沒有去理解他或他。也許是因為我與更大力量的關係太密切，我無需去理解。但有一點肯定的是，只要我盡自己所能去實踐第11個步驟，我就能更進一步與上蒼理性接觸，就能了解他對我的旨意，並更有能力有去實踐他的旨意。